我想多了，袁师兄可能是在帮我。啊，不对，银蛇剑就是说我。糟了！红玉剑，红粉太子，等的就是你！哟，能接住我的红玉剑，不愧是传闻中羽化门的袁剑空。一口银蛇剑，舞得上下翻飞，不知杀了我红尘魔宗多少善男信女。今天我终于等到你进入瀚海沙漠了。哼，红尘魔宗，红粉太子。啊！暴击王被杀了！外门弟子，仔细收拾残局。慢着，正是本太子。不错，不错。你们羽化门为了杀本太子，竟然赏赐一枚阴阳万寿丹。连本太子都有点想自己杀自己了呢。红粉太子，你不要得意，我们是特意提前落到地面，引你出动的。哦，是吗，小娘子？你是想说你们这是将计就计，对吗？十大魔将，也该是你们现身的时候。